再来看华人的马太安溪溪水涨起来，伫初10的暗时哦，溪水嘛已经流到万影乡的民利村，水两公路阁还未退哦，雨阁落未停。今仔早起溪水是真吵流，大高山往北拢是水哦。空气的画面嘛当看到讲有真侪所在拢是土水，万应国中哦嘛拢是土水。这里是表示讲会继续想办法来查水。 土沙水一直对大排迄边冲过来，真侪面体拢淹入咧水内面，画面真惊人。这间面体伫11月下昼工程人员将斗相共清土沙，不过11暗又过来几落波正强的土沙水，影响的范围也阁扩大。7、8点吧，后贵哦，还有车子嘞，就是很多人在叫啊，什么东西又过去了这样子。前天、昨天。 到现在，我一直在看着自己的住家家园，已经毁灭成这样子。923没有像这么严重，因为我昨天去破口看的时候，几乎是一半是往我们这边。4、5的厝厝徛伫咧悬的所在，目睭金金看到家己的厝户大水淹去。伫空白图看，明利村地势较低所在，拢互土沙水淹过，只个人看到几个厝顶挂。 花莲的雨势一波接着一波，而袭击万荣乡明利村的泥流甚至比昨天还大。现在花45道路已经往前再继续封闭。花莲县长徐正伟也赶来明利教会实在受灾的情形，水利署讲会继续做挡水的措施，不过就要看水量状况才能进行工程。万荣乡公所先对于比较远端的会影响到的这个有先讲这个撤离安置到的部分。原则上，我们持续会去掏一些大型的泥土块来做补水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可能没办法一直有办法达到完全的效果。 这里在万荣国中旁边的台九线，可以看到这边也被泥流袭击，地板都是泥泞不堪，记者连要走路也都看起来非常的难走，而后面的工程人员也持续在做清淤的动作。 万应国中内边也淹水，这款土沙水拢是对运动场边啊、树叶的排水孔灌入来。这边的水比较排送的完整之后，然后才有办法请工程进来，帮我们再做一下清淤的部分。掌握到可能有一位孩子家里面可能是有被淹没的情况。校长讲以后会加强树叶的修理，希望莫阁发生这种情形。记者综合报道。